究你現實算不算頹廢？我問我想法太浪漫，會否吃虧？我問我可有去學習勤勞螞蟻？問到就快虛耗了一世，但我沒法攀上美滿階梯。要習慣被金剛圈牢牢控制，訓練到沒有思考適應這時勢，努力交學費，無奈也被淘汰，教我怎麼上樓梯。成功的方法怎複製？懷疑青春一早瓦解，懷疑青春似個病態，存在世上人不過是個買賣。懷疑出生都心有鬼，懷疑出生我已腐壞，不停不快，頭翼已撞破便要學會乖，放低小我會似羊群愉快，遙望往日美麗宇宙要被活埋，誰都不可破解。